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我哋頻道。今日我哋要探討科技會帶我哋去邊，係資源耗盡定係可持續發展？點樣用科技解決全球難題？一齊睇睇。今次重點介紹 ESG 領袖峰會2025呢個由社會企業研究院主辦嘅盛事，以 Tech for Good 為主題，匯聚行業領袖分享點用科技推動可持續發展。等我哋睇下5大亮點：科技潛力與挑戰 AI、自動化同綠色科技帶來機遇，但氣候變化同社會不平等又點解決？你點睇科技未來？留言話我知。ESG 係咩？ESG 環境、社會同企業管治已成為全球投資標準。實踐 ESG 唔單止提升企業形象，更可吸引投資。你知唔知 ESG 具體包括咩？科技點樣幫到手？有企業用物聯網減少碳排放，亦有公司透過 AI 節約資源，證明科技可以兼顧效率同環保。企業領袖唔只要追求利潤，更要承擔社會責任。你覺得自己可以為可持續發展貢獻啲咩？今次社會企業研究院 ESG 領袖峰會2025就提供咗重要平台，令業界交流點用科技創造更好未來。報名嘅朋友記得留言話我知。總括而言，科技擁有推動可持續發展嘅力量。只要善用呢股力量，我哋就能共創更好未來。誠邀大家參加 ESG 領袖峰會2025，一齊探索更多可能。留個言講下你對 ESG 同科技嘅睇法，我哋好期待同你交流。